也为着要加强全面国防，未少县市会伫咧高中、高职的国防课，互学生来体验实弹射击。像新北今年都有24间学校超过1万的学生参加，也台北114学年度第一学期都有4间学校千外的学生来体验，其中女学生是占要4成。另外，为了互朋友女公平，国防部预告讲，未来只有 BMI 超过45，身高伫咧144公分以下，才唔免做兵。拍伫两柱顶面瞄准中心，枪架刺落去，详细一个看，这拢是高中生为了加强学生的国防意识甲自我防卫能力，不少高中这个全民国防教育课程会让学生体验实弹射击。因为我蛮把一开始会觉得会害怕那个感觉，但是之后你其实实战的时候不会想象中那么恐怖，然后打起来也有一种很有趣的感觉。男女都去打靶，其实是我是觉得可以接受的，也是必须的。就是最近国际地缘政治的关系，这是有必要的。以台北市为例，114学年度第一学期有4校1791位学生参加，其中女性学生占将近4成，有继续提悬的情形。而且学生会使选是毋是要参加，也经过家长同意。也那新北市是大部分规划伫每年4月到5月办理，今年有24间学校超过1万名学生参加。每年定期办理实弹射击体验活动。大安高工张同学分享到，此次体验突破射击仅限男性的刻板印象。感受到难忘的自我成长。全民国防继续向下扎军，一男体位标准也会来大修正。为什么要逃兵啊？听团做艺人闪做兵的风波，为了强化这个兵役公平，国防部有告体位区分标准修正草案，包含加替代役区分 A、B 2级。未来只有 BMI 伫45以上，也是身高144公分以下免役。另外，中度以上高血压并发实际器官病变才会使免疫，而且爱住院1天到3天，接受24小时连续血压的测量。也若阿无第一免疫也修正，未来卡奖弯落去伫168度以上，改予替代役 A 级。记者综合报道。